收拾一下。喂，喂，你别闹了，行不行？别闹。走不走？你干嘛？喂，你啊！你不走是吧？你不走，我就做人家冻死我的孩子！冬明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你怎么欺负他了？没有啊。那他怎么坐地上？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别碰啊！好吗？你赶紧给他抱起来！你别碰啊！好吗？你起来。起来吧！别碰！冬明，你别这样行吗？宝贝，肚子里还有孩子呢。你这工作已经够累的了，你干嘛还这么虐待自己啊？能不累吗？这么大的饭店，总就他们3个人干，什么都还自己抢着干。那你就不知道帮忙啊？我也在帮着呢，他不让干。不走是吧？不走是吧？走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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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冬明，你冷静点儿。哎，戚明峰。珊珊，冬眠起糖低，一会儿把糖给他吃了。那个。别难过了啊！好了好了，知道你受委屈了。别下去！哎妈，都别闲着了，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啊，兄弟聚会嘛，都开心点，干嘛呢？都愁眉苦脸的。你既然就这样，我有话说。这件事啊，我始终想不明白，我不明白，我真是不明白啊！你说凭什么？凭什么？这现在都是女人出去赚钱。咱们做大老爷们的啊，堂堂7尺男儿，天天撅着屁股在家做饭、洗衣服、带孩子，凭什么？银寿阳水，阳甩你妹！我不知道你们在家庭里现在什么地位啊？我反正现在过够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在家我媳妇都不拿正眼瞄我一眼，啊，唯一能体现我个人价值的时候，就是每天晚上关上灯、洗完澡往床上一放，那个时候。我才能体现我的存在。我是什么？床上用品吗？啊，床上用品吗？你是床上用品就不错了，我压根儿就是一床头摆件。哎，兄弟，要这成了，你呀上我们家摆着去，我上你们家用。你滚蛋！
嗨，我看你1个晚上了，你都一直在喝闷酒，难道你就不想找一个人陪你说说话吗？可是我想找的那个人啊，他不跟我说话。我叫小白，我愿意和你说话。你们女人啊，无法解读。我来帮你解读。来喝一个。来，再来一杯。讨厌！来，好开心啊！我觉得人活在世上，就他妈应该开心。哦，还好啦。Thou art more lovely. 来，我敬你。倒酒呀！今天喝的好开心啊！来，我喂你喝一杯。你再喝点。再喝，我喂你喝一杯。你干什么？你最好离我远一点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是有老婆的人啊。别扯淡了，有老婆的人怎么会在这种地方？你走开。我要跟你喝酒。滚开！你神经病啊！给脸不要脸！去你的！Waitress, can I have the bill? Hey, wait a moment, please. 老板，结账。老板结账。啊，好的。小齐，3号桌的账单。好嘞。老板，我们玉米沙拉什么时候上？哦，稍等，我给您催一下。冰冰，5号桌的沙拉给人家催快一点。哎，好。 5号桌的玉米沙拉快一点。哎，这桌的账单给我。
Excuse me, 200 please。莲姐，玉米沙拉好了。等一下。5号座了。我好说的。我来。太太，你的玉米沙拉请慢用。哎呀，这不好意思啊，太太，今天呢遇到照顾不周，非常抱歉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不也上来了吗？要么这样，太太，我给你赠送一杯免费的果汁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哎呦，太谢谢你了，小伙子，这服务太好了，太周到了。那先这样，您慢用。